镜头锁登来台湾，南投仁爱乡投83线清风产业道路遮一直有土石流，相关的单位逐工拢咧清理抢通，但是不管安怎清，只要搁落大雨，土石烂土就搁灌落来。尾后出动空拍机才发现讲，原来是搁较面顶的山壁有新的放线点。即摆除了清理土石流，当地乡长嘛希望讲会当赶紧来挖深沟，他来排遮的土石流。空袭月面南投仁爱乡投83线发地村通往万丰村的路段，有山壁崩落，土石流一直向下冲挂。这是上新发现崩落的所在，之前大家拢只有发现下面的边坡有落落去，尚未够呢。这连顶面山壁嘛同款。不管施工单位连续5天的清理，安怎清拢清袂完。只要大雨一来，就像安尼，这土石流一直快速冲落去。昨夜还有居民开车经过，受困伫土石流内面，门嘛拍袂开，车差一点啊冲咧溪底，好在在东受小山了，赶紧来救援。船长甲村民嘛协助拍破车窗，救出驾驶。我们就打不开了啊！我想说可能会被买走了啊。大雨讲来就来，就惊搁发生意外。顺着深沟就往那个野溪那边排，我想这个才是目前可以比较快解决的。乡长希望相关单位当赶紧挖出一条深沟，让土石流排出去。若无干那是清理，只是地漂，无治本的做法。